小包的什么？bó mông người bó không kìa. Yeah.
怎么这么还就刚才吃了呀？我就等着了呀，那个八百元是存的东西，多少钱？老八百元那就不行了，挺贵是吧？那怎么这么还就刚才就了？有么个面啊？还就等着了，八百元呢？啊，老乡了，搞好久一家呀，没有些都来了。老那咱老那老八百元呢？咱那小朋友一些的呢，你多咱了呀，八百元是存的了呀。啊，那么要是真的说，咱那可能就不是的，我到这两天不这么去的，我就会在追呀。哎呀，妈妈不是，他就在打呀。那八百元为什么这么急？为什么不一个人这样啊？咱了啊。